莫少聰認吸毒被捕片曝光。你叫什麼名字？莫少聰。幹什麼職業呢？演員。為什麼抓你？是大麻。哇，好似上埋手扣喎。尋日北京有電視台將上個禮拜五莫少聰因為涉嫌吸毒被捕嘅片段播出。不是你們所想象這樣子的。可能一口也是錯，10口也是錯。不是有興趣吸那些東西，自己想一想，可能一口沒什麼嘛，弄完你就可以走了，就走開了。要不弄呢，感覺不給人面子還是？這一大堆人走啊，就哎，你怎麼推？毒品是在哪兒玩的？在哪兒抽的？就這一個人，就是前天晚上抽的大麻。對。嗰晚莫少聰又真係喺微博 po 咗張喺頤和園食飯嘅相，仲好亢奮嘅話，好似皇帝咁啊！但佢可能俾人拉咗，所以驚啦，講嘢亂晒坑咁。告訴你啊，我真沒有，他不給我們都不給我都不要，一口都沒有，你尿樣陽性。所以我說會不會有人放在水裡嘛？會不會他們放在酒裡給我，我就不知道。我沒有吸，我只是那天真的是應酬的。應酬就是想抽幾口，當時抽2口，抽了2口。呢條剪輯過嘅片段度，仲有佢經理人同東森電視台製作人趙姓男子一齊喺莫少聰屋企被捕，佢哋都承認有吸過毒。經理人驗尿結果對冰毒同 K 粉呈陽性，趙姓男子就對大麻同 K 粉呈陽性。但點解除咗莫少聰之外，其他人全部躲晒格嘅？莫非想借佢殺一儆百？依家莫少聰仍然喺北京朝陽拘留所，據知佢最長會被扣押14日㗎。